为在苗栗海线嘅中南，因为平壤岛散派少，传统工业比农业较有发展。尤其欢迎开发最早嘅起落重工提起，是有一只非常显性嘅产业，变做当地居民嘅经济命脉，甚至供应了台湾大部分市场，将列为本险做建设重工。除了全台湾几10万条台路强用，中南总公里列嘅路儿看起来咪系普通，不过列为实有一只特色，介就系1970年到1980年台片呢，列为有一只特别嘅行业，介就系金枝店，规模最大世界甚至有超过380间以上就列为。半世纪以来，台湾人烧金系有名嘅大出手，种类之多，本人冇办法想象，喺呢一项特有嘅自千文化。也冲出动态经营之产业，尤其日本时代方面化认同，日本中南生产金枝嘅情况下，本险做台湾最大地下千种嘅用金，变做中国人共同嘅回忆。我们中钢的兴盛有3个时期，第一个是光复，第二个是1966年到1980年，那时候是外销欧美国家，那时候就是家家户户都在做，有登记的，在政工所登记的是365家。那第3个兴盛就是大家乐时期，大家乐时期更恐怖，是业者就是卖金子的业者是拿着捧着钱，拜托加工厂赶快做，这么夸大。在民国60、70年代，该两市正系台湾经济发展，但强势重工提起，就有超过1200做金枝产业。重工街路差唔多系家家户户都做到半夜2、3点，当点父母车将货做出来。尤其大家乐度假时代，该肯系一团重工撒皮嘅时节。大家乐嘅时阵大家拢中奖嘛要拢甲神明问拜中奖，要答谢神明大家拢金纸收足济有诶中奖嘅人去甲商铺买甲商铺拢空去不过，传统产业总算系躲唔掉来自外在环境嘅转变。简单38间嘅金枝工厂，到今年4寸8间，该两市嘅河钢筋早就唔见铁。原因除了其他传统产业强用，提高嘅人工劳成本，本业者想在转去中国大陆、到东南亚，尤其底下环保概念当高，想做下去都难。毛老是着符合这个环保。因为咱做这纸有污染，污染了环保要出题嘛纸厂的一台机器，我本钱才100万，为着一个废水要开500，伊就不爱做做金枝最好嘅时代，唔但淨係工廠咯，店度要嫩做好嘅金枝，哋咧芦笋咪從頭看到，為到攞去洗澡，所以奶都看到拿出來洗嘅金枝。老最好時期比起來，呢下中國嘅芦笋是做得看到一啲啦，曬到熱跳下嘅金枝。不過，係用完全手工嘅製作方式，做得講未有前度技術老經驗。起步背落去，有漿糊嘛漿糊淡嘛，你就愛拍個打，再收起，第2次加工就是甲擦落黃，因為要做這手工金紙愛3遍工，擦落黃好了後，佫打，像即馬外口安皮打，皮打佫摕來印，即馬老師有啲印紙，印好嘛愛佫拍個打。呢間已經做70年嘅金枝工廠，除了68歲嘅陳先生堅持用手工製作，將阿爸交接下來嘅事業做下去。啲輩呢幾個真無限嘅阿婆，咪都用強用嘅精神，來將呢項條路慢慢做好。已經就咩嘅雙手，將一紮金枝熟落搭起來。看起來簡單唔打眼嘅工作，其實都反映中國金枝業做得很成功嘅原因。尤其跳那麼早就拍嘅呢條人工，
达3人做禁止嘅套路，至少都有50年，甚至还有人係從日本時代就開始做，用愛用一隻蛇動作，強下打造出中南甚至台灣嘅禁止情況。所以前頭嘅東沙皮講，雖然你下有前度係辦刺桐法例，不過簽到長期的愛用完全手工嘅真金唔多。以前就是這張紙佇遮吼，啊這咧切安尼，啊這愛安尼合，安尼，吼，安尼合，啊安尼合哦，攏物件袂整齊，會因為遮懸嘛，啊一粗，哦，有啊若粗去攏學做高跟鞋啦，哦，一邊懸一邊低，啊即馬攏自動化，攏用這裁紙機咧做吼，較精密，無底紙的時陣甲刺落去吼，袂落來，吼，伊即馬都是你有甲底紙啊，尼伊才會落來。哦，啊！你即馬無底紙啊，順你甲刺落去無要緊，這就是有保護設施。從傳統方式進入機器協助，陳先生從唔習慣到懂熟絡，不過佢也強調手工雖然較費工較貴，不過也因為品質好。還係要前到人客堅持愛買兩位出產嘅金紙。起步吼，迄個較精緻，吼啊物件嘛真實實在在嘅材料落去做的。啊，你用這個銀粉吼，用迄個工業酒精啊落去用，甲抹到這紙嘅頂頭，迄品質就較差。咱這款嘅照因講是講價值較懸，吼。物件攏實實在在安尼，吼啊有誒是講啊燒咧假，有誒講迄假無愛。冇用化學原粉製作手工金辕紙，因為材料食材成本不一樣。另外，中共兩片嘅人工傳統藝術，咪係普通描述，也係人家都各異嘅原因。因為金紙呢一種行業，現在後生人見來見冇隔離接班，所以需要訓練老師傅對呢老機器有感情嘅情況下，時傳幾多一做就係40年嘞。而非常專心嘅人工藝術，呢位老師傅一做就係42年，很當日摩天輪轉嘅機器，其實就係中國金紙嘅縮影。過去無這個機器嘅時陣，也是用手掃的。哦，咱運這個色料，啊落這個板的掃了後，吼紙，假使講這個板，吼，啊這麼紙下咧板的落，啊再用迄個運色料，用迄菜瓜布，安尼掃一下安尼，啊尾後這個機器出來了後，哦再用手安尼弄安尼，啊我嘛差不多將近做到40年啦。老大興工廠完全冇強用。兩位嘅人工藝術唔但將功夫當油，盡量使用天然蔬菜嘅油墨，每本金紙蛋糕嘅圖案環保易到。不過喺當年兩特種從機器度調出來嘅金紙，除了需要經驗觀察，同辛苦嘅工作方式，咪係成日沒落嘅原因之一。咁我動作人家啲手攏酸啊，哦，你種即較早攏50幾天。就咱家己做運動吼，運動甲無去學迄個中醫師吼，終究吼要3個月才會好吼。我家己即嘛佇壁打100下吼，打100下啊手都直寸，家己攏做較好。無暗時困攏會抽吧，因為等攏一工按2鈔1萬張啊。本科技化嘅機器台理過後，手工金紙業是做得漸漸嘅冇咧。不過按貼片嘅製造業，除了細走佬天鐵，係咪有其他嘅價值做得留下來？唔憑得金紙嘅河江演歷史，因為產業轉型就冇睇咧。從時代嘅中國嘅鍾先生拿出一種手創當年嘅各種金紙，非遺一隻世紀以來地方嘅轉變。反對當年善良老上機都動態嘅金紙，其實認為做唔得用普通概念來看，應該變作文化研究嘅重要部分。景氣不好，市面上都是發財金，好，那就知道人們心裡想要什麼。那現在有樂透，也有樂透金，
42个号码都有，玩股票什么都有。所以说，金纸就是反映人民的生活，它可以流传千百年，它有一定它的一个深层的意义。成长过程惊到不好带烧金，考试考好也要烧，考不好也要烧。就是功成立就的也是要烧金，没有工作也要烧，因为当然就是要祈求神佛保佑嘛。那再来结婚生子，再来往生后100年都在烧，所以说这是烧金的人生。研究金纸文化当年，钟先生发现烧金纸其实就是表现大家时代大家心感度嘅希望。除了冇強容嘅信仰，差唔多所有人對出世都離唔開金紙文化。像最簡單嘅平安祈福，到部門用外幣、信用卡，甚至6條彩券掠到金紙，完全顯示出民間嘅想法。另外，金紙從某個時節開始，確實嘅時間已經冇辦法查。不過，鐘先生講，最早嘅金紙其實咪係日中肉菜。以前的紙就是中藥，你也訝異吧？因為它的素材是竹子，竹子是清涼解毒，它泡石灰，石灰就是鎮定。那做出來因為顏色不好看，所以說它加薑黃，薑黃就是我們吃的咖喱，薑黃是清涼的、解毒的。那然後做出來的紙就是中藥啦，真的是可以吃的。現在不行哦，那現在的竹子是泡蘇打，蘇打本身是有毒的啊，當然不能吃的啊。民間信仰中的某個金紙，經過千百年時代改變，不論係竹筒也係筆筒，發展出嚟各種用法老人意。呢下文化工作者除了收藏研究，咪將金紙概念變到辦法，電弄掠到藝術創作當中，希望本傳統財產發揮到每家為所。羅產業總算並唔過現實，漸漸嘅細走轉型，完全手工總算擔任機器，天天嘅點睇消息。不過掠到從逐個變化出來，最尾變做信仰儀式嘅金紙，唔單將講出嚟大家嘅欣賞，咪講出一隻地方，甚至一隻時代嘅文化故事。